黃婉晴報導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有留意到，市民近年越嚟越容易透過網上平台同埋社交媒體訂購到電子煙，擔心會令到未成年人士更加容易接觸，建議政府加強規管。再由黃婉晴報導。政府加煙稅之後，唔少人會借助電子煙戒煙，只要喺網上平台打上電子煙，就會有成千個搜尋結果，聲稱冇尼古丁，甚至可以清肺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劉文文話：電子煙冇列明尼古丁含量，或者會影響健康。佢冇尼古丁嘅，你都唔知你食緊乜嘢。如果佢有尼古丁嘅，你唔知含量。咁所以其實咧有個危機嘅就係，如果佢有尼古丁嘅咧，你可能係吸食多過你平日一般食煙，所以可以吸取到嘅尼古丁。劉文文話：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表明唔承認電子煙係可戒煙工具，建議煙民如果想戒煙，可以考慮用尼古丁替代品或者藥物。有醫生話，電子煙嘅致癌成分比傳統香煙少，但同樣會上癮。主要佢嗰個電子煙裏邊有一啲化學成分，如果佢霧化咗長期吸入，對個身體嘅影響咧，暫時我哋都唔知。咁尼古丁咧就係會上癮咯。咁一般嚟講，我覺得吸食呢啲嘢，即係大致嚟講都應該對個身體唔係太有好處。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應該要有啲監管嘅。佢認為電子煙嘅規管應該同傳統香煙睇齊。亞洲電視記者黃婉晴報導。